高雄鼓山的掃墘街呢，昨暗時傳出林家厝火燒，加在無人員的傷亡。這厝邊甲遊客攏講，佇火燒進前有看人咧放煙火，而且這現場嘛發現有放過的煙火盒仔。警方呢是有找到這個放煙火的查甫人，伊家己講是這心情無好才來放煙火，也毋過已經造成火燒厝的意外，所以予警方移送偵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消防人員一到現場就趕緊救水線，因為火燒的地點是高雄鼓山掃墘街人家厝，巷仔路細條，厝閣攏連棟的，避免火燒的範圍愈拖愈寬。消防除了一戶一戶去確認民眾安全撤離以外，也佇咧半點鐘內就甲火拍掛，加在無人員受傷。不只個包括厝邊遊客，大家攏講火燒進前有人咧放煙火。外口有鞭炮鞭出久的，來到當燈啊，當燈了，我落來看就聽到鞭鞭叫。你看停車場裡面啊，我有看到啊。對啊，那證據就在那邊啊。那時候有人在那邊，我就他間斷斷，總共放好像2-3次的煙霧。目前確實是有看到一些有鞭炮的一個狀況，那後續還是要交由我們的專業單位火調人員進行勘查。聽到可能是有人放炮啊引起火燒厝，警方透暝看監視器去比對抓人，發現炮啊是這個48歲姓黃的查甫人放的，甚至消防拍火時陣，伊閣有來現場鬥相共。警方表示，嫌員講伊心情無好，看厝內底閣有過年春的煙火，就提來放，無想到會引起火燒厝，毋是挑工的，不如個買手也是按照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。當時說他沒有想，就是心情無好，想講放假炮啊呢。他沒有針對任何人，他沒有跟那邊用到的住戶沒有任何的那個。放煙火透心情，煞甲人厝的後壁搞燒了了，加在是厝主拄啊好無佇厝，行動不便的翁婿是住佇個頭前棟，無造成傷害。警方提醒，放煙火愛找到所在，放線嘛愛注意熄火連燈的狀況，避免火車亂噴造成意外。記者柯家珠、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